宇宙中不該存在的安靜。如果你問科學家一個最讓他們不安的問題，那一定不是外星人長什麼樣子，而是為什麼宇宙這麼安靜？宇宙的規模大到難以想象。目前科學家估計，宇宙中至少有數千億個星系，而每一個星系裏又包含數千億顆行星。這還不包括那些我們根本看不到的部分。根據現在的觀測資料，幾乎每一顆行星周圍都可能有行星存在，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行星溫度適中，有水，有大氣，條件和地球非常相似。按照科學計算，生命的出現並不是奇蹟，而是一種自然結果。那問題就來了，如果生命這麼容易出現，如果智慧文明不是偶然，那為什麼人類到現在為止沒有看到任何明確的外星文明證據？這個問題被稱為費米悖論。簡單來說就是，他們如果存在，應該早就出現了。但事實卻完全相反。我們看不到城市，看不到工程結構，看不到文明痕跡，甚至連一個明確的信息都沒有。表面上看，宇宙就像一個空無一物的地方。但有些科學家私下承認，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，因為在深空觀測的過程中，他們其實一直在接收到一些不太對勁的數據。這些數據並不是雜亂無章的，它們有重複、有節奏，甚至符合數學規律。自然現象很少會這樣整齊。真正讓人猶豫的是這些信號的解釋。如果公開說明這些數據無法用自然現象解釋，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會變得非常敏感。是不是代表有某種智慧生命存在？是不是代表人類並不孤單？是不是代表我們並不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？這些問題沒有一個是容易面對的，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宇宙描述成沉默的。至少在官方說法裏，它必須是安靜的，不該出現卻一再出現的神秘信號。在宇宙觀測中，科學家每天都會接收到大量電波，大多數電波都能很快找到來源，比如行星、黑洞、氣體雲或者人類自己發出的干擾信號。但有一小部分信號卻完全不一樣。這些信號通常具備幾個共同特點。第一，它們非常有規律。第二，它們會在特定頻率出現。第三，它們往往只出現一次，然後就永遠消失。這三點放在一起，會讓科學家非常頭痛，因為自然現象通常是持續的、隨機的，而不是像有人刻意發送一樣。更奇怪的是，有些信號甚至符合數學模式，例如間隔時間相同，強度有明顯變化，或者呈現出某種排列順序。這種信號在學術上被稱為異常信號。官方文件通常會用一句話帶過：來源不明，無法重現。但這並不代表它們不重要。恰恰相反，正因為無法解釋，才讓人感到不安。有些科學家私下承認，這類信號在內部討論中引發過激烈爭論。有人認為它們可能來自未知的自然現象，也有人認為這些信號不像是自然產生的。但只要提到智慧來源這個可能性，討論通常就會立刻停止，因為這樣的結論後果太大。一旦承認這些信號可能來自地外文明，就代表人類第一次不再是唯一的智慧生命。這不只是科學問題，而是社會、文化、宗教層面的巨大衝擊。所以，大多數這類信號最後都被歸類、存檔、封存，不否認，也不承認。他們就這樣靜靜地躺在資料庫裏，成為不該存在但確實存在的線索。震驚科學界的72秒。1977年8月15日，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座射電望遠鏡正在像往常一樣掃描宇宙。那天原本沒有任何特別安排，
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觀測日。但就在那次觀測中，電腦突然記錄到一段極不尋常的信號。這段信號來自距離地球非常遙遠的方向，位於人馬座附近。它的強度遠遠超過背景雜訊，它的頻率剛好落在人類認為最適合通訊的範圍內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持續了72秒，然後完全消失。負責分析數據的科學家在看到這段資料時，忍不住在紙上圈起來，並寫下了一個字：哇！這就是後來被稱為 WOW 信號的來源。讓人不安的地方在於，這段信號的變化方式非常平滑，像是被精心控制過。它不像爆炸，也不像行星活動，更不像任何已知的自然現象。之後的幾十年裏，科學家多次嘗試重新捕捉同一方向的信號，但結果都是失敗。官方說法是，這可能只是一次偶然事件，或未知的自然干擾。但私下裏，很多研究人員都承認，如果這段信號是人造的，那它很可能是人類第一次接近地外智慧文明的證據。問題在於，這樣的結論沒有人敢公開說出口，因為一旦承認，就代表我們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被聯絡過。不遵守物理法則的神秘天體。近年來，天文學家開始觀測到一些奇怪的天體，它們來自太陽系外，短暫進入我們的觀測範圍，然後又快速離開。這些天體最奇怪的地方在於，它們的行為完全不符合我們已知的物理規則。以往觀測到的彗星接近太陽時會因為受熱而產生氣體和尾巴，但這些神秘物體沒有任何可見的尾巴，卻能在離開太陽時突然加速。這種加速方式，科學家無法用重力或已知自然機制解釋。有少數研究人員提出一個非常大膽的假設：這些天體可能不是自然形成的。他們認為這些物體的形狀、運動方式，更像是某種被設計過的結構。當這個想法被提出時，很快就遭到反對，不是因為它不合理，而是因為後果太大。如果承認這些物體是人造的，那就代表某個高度發達的文明曾經或正在觀察我們。所以在公開說明中，這些天體被描述為罕見但自然的現象。然而，在學術討論中，關於它們真正來源的爭論從未停止。它們就像是宇宙留下的痕跡，提醒人類，我們對宇宙的了解可能還只是表面而已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，科學家一直認為地球是極其特殊的，因為在太陽系中，只有地球同時具備液態水、大氣層與適合生命的溫度。但這個想法正在被一點一點推翻。隨着望遠鏡技術的進步，天文學家在銀河系中發現了大量系外行星。這些行星圍繞着其他行星運行，其中有一些大小和地球非常接近。真正讓科學家開始緊張的是它們的大氣成分。在分析這些遙遠行星的光譜時，研究人員發現了一些非常奇怪的氣體組合，例如氧氣、甲烷、二氧化碳同時存在。在地球上，這種組合幾乎不可能自然長期存在，因為這些氣體會彼此反應，除非有某種力量不斷補充。而在我們所知的範圍內，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，就是生命活動。科學家當然不敢直接說哪裏有外星人，但在學術報告中開始頻繁出現一個詞：生物標誌。這代表那顆行星上可能存在某種形式的生命。問題是，這類發現通常不會被大肆宣傳，新聞標題會變得非常保守，例如仍需更多證據，尚無法確認。有些研究人員私下承認，這不是因為證據不足，而是因為證據太敏感。
一旦公開承認生命可能普遍存在，那人類就不再是宇宙中的例外。而這樣的觀念轉變，對很多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。所以，這些行星的名字，這些數據，大多只存在於專業期刊中。它們靜靜地存在那裡，等待某一天，人類準備好面對這個事實。提到不明飛行物，很多人第一反應是懷疑，因為在大眾印象中，這些話題常常和幻想、誤認畫上等號。但真正讓人不安的是，大量可靠的目擊報告來自最不可能看錯的人——軍用飛行員。這些人每天在高空中執行任務，對飛行器的速度、角度與行為模式非常熟悉。然而，在過去幾十年裡，多名飛行員回報過類似的現象：雷達上出現高速移動的物體，能在瞬間改變方向，完全不符合任何已知飛行技術。有些物體甚至能從高空直接垂直下降，然後瞬間消失在雷達畫面中。這種行為對現代科技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。更關鍵的是，這些事件往往有多重證據支持，不只是肉眼目擊，還包括雷達數據、紅外線影像以及通訊記錄。但即使如此，這些報告仍然很少被公開討論。原因很簡單，一旦承認這些物體不屬於任何已知國家，那剩下的選項就不多了。而其中一個選項是人類目前還不願意正面面對的。所以在官方文件中，這些現象通常被描述為不明原因，尚待研究。不否認，也不解釋。但對那些親眼看過的人來說，他們知道那不是錯覺。而真正令人不安的問題是，如果這些東西真的存在，那他們已經出現多久了？也許比我們想象的還要久。很多人會問，如果真的有這麼多線索，為什麼科學家不直接站出來說清楚？答案其實並不複雜。首先，科學並不是想到什麼就能說什麼，每一個結論都必須經過反覆驗證、重複實驗以及同行審查。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問題，整個研究就可能被否定。而地外生命正是所有研究中風險最高的一個領域。一旦判斷錯誤，不只是個人名聲受損，甚至可能導致整個研究團隊、研究機構被質疑。但真正的原因遠不止於此。承認地外生命存在，不只是科學結論，而是一個會影響整個人類社會的信息。宗教信仰可能被挑戰，歷史觀點可能需要重寫，甚至國際政治格局都可能因此改變。對政府來說，這樣的消息很難預測會引發什麼後果。恐慌、誤解、陰謀論都可能在短時間內擴散。因此，對很多人來說，暫時保持沉默反而是一種被認為最安全的選擇。還有一個原因，很少被公開討論。在科研體系中，研究經費、職位、學術地位往往掌握在少數機構手中。如果你的研究方向被認為太過敏感，很可能會失去資源支持。久而久之，很多科學家學會了一件事：有些問題可以研究，但不適合公開討論。也許最可怕的問題，不是外星人是否存在，而是另一個更直接的問題：如果他們早就知道我們的存在呢？從宇宙的角度來看，人類的科技發展其實非常短暫。我們發出無線電信號的時間只有短短100多年，但這些信號已經像一個巨大的泡泡，向宇宙不斷擴散。
換句話說，只要有比我們稍微先進的文明，就有可能早就接收到地球的信息。那他們為什麼沒有回應？一種可能是，他們選擇不干涉，就像人類觀察動物一樣，觀察、記錄，但不主動接觸。另一種可能，更加令人不安，也許他們已經來過，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。歷史中那些無法解釋的事件，那些突然出現又消失的文明痕跡，是否都有另一種解讀方式？當然，這些都還只是推測，沒有確鑿證據，也沒有最終答案。但有一件事，越來越多科學家私下認同，真正需要時間準備的，不是證據，而是人類自己。也許某一天，答案會被公開，而那一天到來時，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？人類從來都不是宇宙的中心。